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气来了》，我是 Rita 林玉婷。在今日节目当中呢 ，Rita 会同大家介绍一只当后生的舞团哦。呢个舞团是2017年来成立的，韩国是有一群当有想法的后生人，佢哋特别强调印尼东方的文化元素。韩国呢，佢哋喺国际上有得大奖哦，是非舞制作呢只舞团。我想今日会好好来介绍佢哋。了解佢哋，一開頭是來欣賞佢哋樂團樣片，係舞晴天空倆舞蹈嘅片段。因為非常歡喜邀請到非舞制作嘅總監來分組，歡迎總監。大家好，我是賴分總，我在紅舞製作擔任藝術總監以及編舞家。什麼大家？歡迎，也咪係按6隊嘅客家子弟哦，一下呢繼續來分享係按你嘅舞蹈排舞嘅指導來分享一下。大家好，我是紅舞製作的排練指導依涵，很高興今天能來福氣來了這個節目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兩位，好，一個是總監，也是我們創團的這個團長，對不對？對。還同時呢，依涵除了係我們的排練指導，也是我們很重要的舞者。對。剛大家看到嘅片段哈，嘅鏡天空嘅就係依涵哦。我們剛剛看到這個舞晴天空、舞晴天空哦，大家看到有光陽的變化，還有幾個線條，它的律動感是很強烈的哈，有青島嘅想法，係從你的得獎嘅 Birdy 開始來發想的係嗎？對，他這個作品一開始是從雙人舞，然後一男一女，女生的話就是依涵，然後另外一個舞者叫做林毅，然後他也是我們跟我同一年在大學畢業，然後他畢業之後就到日本發展，然後一直到17年的時候，16年了，應該說是16年，我們16年的時候開始合作，一起在台灣合作第一個作品，然後所以 Birdy 這個雙人舞就是他們2位舞者，然後 Birdy 這個作品，它其實在講追尋夢想這件事情，然後你在追尋夢想的途中，你可能會遇到一些阻礙或限制，所以我就把女舞者依涵就是代表這個鳥的意思，男舞者就是一個限制或框架，或者是一個籠子的感覺，然後中間他在剛剛影片之中有看到，就是頭上有一個很長的羽毛，它是中國戲曲裡面在使用的一個叫做鈴子的道具，然後它主要來代表就是一個內心的情緒，就好像你抖動很快的時候，然後會代表焦慮啊、不安啊，然後很平穩、很安靜的時候，飄動的時候，它像是非常沉穩的、非常安靜的感覺。哇，我們看到這個劇照，可以了有很強烈的情緒。好，故說在創作的時間應該有很多的想法，還會參考很多不同的故事背景、文本也好，有一個發自你的編舞的時候，其實應該會有很多的想法一起碰撞哈。我第一個亞出舞晴天空有雙人舞的 Birdy， 還有有到3人舞到這個完整的戲碼。故說舞晴天空是紅舞製作第一出長嘅舞嗎？對，它是舞團，就是從 Birdy 一直到舞晴天空，大概經歷了1年的時間。然後這1年當中，我就是
一直不断的碰到有灵感的东西啊，或者是跟舞作有相关的东西，我就一直把它写下来。然后一直到2018年的7月吗？6、7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密集的排练，大概3个月的时间左右，然后我们就把第一次的首演献给西班牙的马德里。哇，对，动听。甲他讲到吼，也系一部追求梦想安尼个想法的发想嘅舞蹈吼。不过你们在其实我看了一些影片啊，也给些有讲到哈，它其实有参考一些我们内在情绪，懂像较忧郁安尼，好，较急躁安尼个情绪，系吗？对，因为在后来 Birdy 非常简单的就是追寻梦想这件事情，但是一直发展到无尽天空的时候，我在深入的去思考，然后也是因为刚好身边的朋友都有忧郁啊，有一些躁郁的情况，然后包括我的一个行政，他自己身边的朋友就是很突然的在1个月就离开了，对，然后他就非常难过，然后包括我自己的学生啊，或者我的舞者，就是有些人很容易，就应该说舞蹈人，我觉得很容易会有这个状况，因为你在跳舞方面身材啊，你要控制你的体重啊，或者你在舞台上那个跳舞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然后所以我很想要借由这个作品去关心，就是有不管是忧郁的啊、躁郁的人，他们是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刚才就会唱高 N 排练给指头哦，因为遗憾你出台你要指导舞者，你既敢要做舞者，你自己本身也要站在舞台上。对。好，故说安尼跟他本中共都给这种压力，你是感同身受，而且是很深刻，蛮深刻的。嘿啊，董聪你做无尽天空给主角，啊，你自己在情绪的表达，你知道讲第一部戏剧、舞剧哈，从它延伸，甚至我们如何在这个创作、在舞蹈当中宣泄自己的情感，以站在这个指导的角色，有乜嘅同好的方法吗？就应该说，因为像我们在这作品里面谈论到很多关于焦虑啊、焦躁、不安，那其实你回头想想，再去反思一下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当你不肯定自己，或者是你怀疑自己，然后或者是你开始觉得自己哪里不够好，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艺术家或是舞者，其实常常会很要求完美。那你又知道，好像永远不可能达到那个完美。那在这些过程当中，你就会跟自己很多的挣扎，还有打架。那又再把它连接到在排练上或者是什么，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蛮追求很多细节的人，所以你又很想要自己可以做好，又很想要把大家给带好。那就发现说，那等于我必须要多花一些时间在自己跟自己工作。那等于进排练场之前，我们就会先处理好我该处理好自己的部分。那进到排练场的时候，我就是负责面对大家，或者是带大家一起做练习，或者是什么这样子。所以要对自我的要求，而且狗就成了要很高，是要蛮高的。刚刚讲到做安尼跟艺术家，还多么简单，那个拉扯是希望他都安尼完美的标准。不过呢，完美是永远追求不尽的。对，看呀舞马的世界，我自己会有很多的感动跟感触，因为刚刚两位欣赏讲到的那种情绪，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只是也许我们身处不一样的环境而已哦。不过刚刚讲到用来排解这样的情绪，可能透过创作。好，有一个你们是舞蹈，有人透过书写，有人透过绘画，就一个同好的方式哈。唔讲係同好去，两位先生在这个艺术广大的天地里面，用来开始去献出舞蹈。依涵老师如何开始进入舞蹈圈？我是4岁的时候开始学跳舞，那时候是因为妈妈的公司刚好隔壁，妈妈公司在4楼，然后隔壁的4楼也是一个舞蹈私塾。然后就每天这样下了课，然后就听到他们在蹦蹦蹦蹦跳，然后我就说我也想要去上课这样，然后就开启了这个学习的路程。但是一直在我5岁第1年登台的时候，就在台上表演嘛，然后我记得是跳一个小和尚，一休和尚，
然后在台上跳舞的时候，同学的位置站错，然后动作的拍子做错，这时候其实大家会应该就是假装就这样子。但是我就很机车的、很鸡婆的跟人家说：“你站错位置了，你不应该在这里。”然后我还在台上生气，所以妈妈在台下她其实有点害怕、紧张，她想说妹妹怎么会在台上这样子发脾气，然后指责别人。她就发现，我好像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潜能跟这样子的方向，好像很喜欢学跳舞，然后又很喜欢表演，然后好像有当老师的这种的潜能这样。然后后来是一直直到高中的时候，我才考进了复兴高中的舞蹈班，然后正式的算是进入科班的训练。哦，原来安呢。对，哎，没感谢妈妈给支持哦。对啊。哦，妈妈从小培养，给分钟呢，你这个安呢还要创一个舞团是很不容易的。对，我其实一开始学跳舞不是那么正规，有点像是国中的舞蹈社团啊。一进去的时候就是什么都跳啊，跳街舞啊。然后跳一些民族舞蹈啊，然后老师他都是什么都教，然后一直到后来，我才被学校老师，因为他是外聘的，然后就被他拉到外面的舞蹈补习班，也是这样，就芭蕾啊、现代舞这样子，就是学了1年吧。国3的时候学1年，然后高中就考进左营高中舞蹈班。然后才开始慢慢的建立起专业舞蹈的这个底子，然后一直到应该说高中的时候，也是一直跟着我的启蒙老师，就是一开始教我跳街舞啊、跳民族舞蹈的老师，就是他会带着我去教课啦，然后带我去帮忙排练，所以我就一直有在接触。就是编舞跟教课这一块，所以我很早就开始教课，大概在高2的时候吧。哇，安康！才高2的时候，老师就介绍我去外面的舞蹈教室当老师，然后那时候也是很紧张，哇，你怎么那么敢，这么早就把我丢出去？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埋下一个种子，就有机会。好，安内哈，等一下同大家好来分享，到底这个红舞制作很用诶，有安内个特殊嘅团体啊哈，也下人我先来拜师一下，唔啲爱数人没有哈？等一下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来学点艺吧，对不对？先拜师，等一下来学舞咯。好呀，请大家来聊一下，继续进到节目当中来。大家真哦，福起来咧！今日来到节目当中係范舞制作也嘅舞团哦，由後生人佢哋成立嘅嗬，啲國際上發光發熱了。所以喺節目當中，我同歡喜邀請到佢哋再次來分享兩位來賓，范仲先生、劉以涵先生。剛講到合唱團係2017年5號嘅基礎嘛？對。嗰種時候，剛談到兩位用嘅開始。行业不同哦，哈，其實跨入舞蹈的圈子，可能是從小媽媽的支持，個人自己係行街舞啊、民俗舞蹈當導演啊，哈。不過，那叫唔真正講，愛出去做愛自己嘅舞團。我從2012年大學畢業，然後13年我就去當兵，所以當兵過後就回到高雄的左營高中母校擔任舞蹈班的老師，但是因為一直都是在學校啊，或者是在高雄南部其他的舞團的邀請幫忙編舞教課，但是其實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創作，就是創作的話，就是學校的學生他一定有他的限制在，因為他們需要練功啊，就是等於好像真的要跳，就是適合他們的舞蹈練身體，然後其他的舞團他們有各自的限制，他有他們的主題啊，他們的風格，要去幫他們達成他們的想要去的一個方向，所以其實我沒有辦法真正做自己想要的創作，然後一直到2016年，然後林毅從日本回來，然後依涵也開始跟我有一些合作，一些小小的作品開始。然後17年的時候，我們就先做了一個作品，叫做《雨人》，差點忘記了叫什麼，叫《雨人》。然後
后来又再做了 Birdy， 所以因为这个开头，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继续来玩玩看吧。所以我们就把 Birdy 这个作品丢到国外去，也很幸运的拿到西班牙的编舞大赛的首奖。同时，然后我们就成立了红舞制作。哦，好，大家也看到呀样片就是这个语言嘛，哈。古时候跟老师有安尼合作，你就决定要做这个创作，你要追求自己的梦想了，就成立也个红舞制作哦，哈，就是迄个看英文就 home dance， 就迄也个舞团嘛。对。哦，有时候安尼其实有轻度健身的地方哦，大家可能也当然记得讲咧动轻松，不过诶时代还有动作记得要去追求嘅，要去拉扯嘅，能够调整的吼。对。继续加油，也系动心的舞团。不过呢，一出来就本大家有看听的哈，跟欣赏诶，刚还有拜师了哈。一日学徒爱开始诶，突然所有嘅观众朋友大家看下来哈。大家都好奇哦，像舞者董如雄范，好，2位都是台北艺术大学的高材生嘛，哈。韩国，等于你的本意的给用分清度，给做一个创作，加讲艺术家就有一个独特的雄范没？像在舞台上，是不是有很多你们有即兴的演出？也爱讲堂都音乐，你就会有自己创意的发想。嘛，有很多即兴的舞蹈，做得来示范一下嘛。好，我会给依涵一些简单的指令，然后他会现场坐在这边发挥。好，这你是现场的哦，我们这是即兴的哈。对，然后我们依涵先一开始的时候，先像是比较机械金属的感觉开始移动。然后慢慢的有一种生锈卡住的感觉。然后好像金属最后被很烫、很热的温度给融化。这样。张三姑哩，大家可能欣赏安尼动轻松的感觉。可是，我的现场很近距离看，我就很享受。还有，其实跳舞的时候，那个每一寸的肌肉都是要力道非常恰到好处的。对，特别是依涵，她的就是细节比较明显，她很擅长处理一些微小的事情。董琼给刚刚讲到，他很追求那个细节的完美，对，因为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对不对？对。黑暗的哦，给黑讲矮黑初学者，那老师也是这样子下口令吗？求你得搞好伤哎。对，但是因为也有不同的方式啦。我教的大部分，我目前现在所教学的或者是带舞团团员们的，我都是以这个方式。那依涵的话，他就是会，因为依涵是排练指导嘛，所以他在带团员的时候，他就会是给我们肢体风格的一些组合。对，所以我们2个的方式是不太相同，但是我们就会一起去推，不管是即兴的好，技巧上的，我们都会抓一个我们自己的风格去训练我们自己的团员。欣赏阿公，你是直接下指令，比如说像一个物件，它的状态。不过阿公的风格是指，比如说是芭蕾，是拉克，还是什么样的舞蹈风格吗？还按你的意思吗？也还讲用？应该说我们自己创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方式，它有点像是属于东方太极的元素，然后去用我们自己当代身体去转化。用老师好深奥哦，很深奥，示范一下吗？但是这个就要站起来了。好，也是依涵老师的同仁示范，好吗？好，对啊，要站起来，这样子看得到。可以用走点吗？坐着可以示范吗？好，那好啊，那我们做旋转的部分好，但是你不用做。比如说太极，它有很多拧转的方式，所以可能会从小拇指这样扣进来，旋转出去，拧转嘛，缠转的东西。好，这个是太极。然后我们现在换个方式，我们用比较现代的方式去转换它。我们一样是拧转，但是我们一样从手好了。好。然后我们拧转的时候会带到头部，然后再卷回去，
好，我们加上更不同的肢体变化，用比较快速然后定格的方式走。好，走。这样子。就元素在那边，对但是再稍微的把它转化了一下，这样。啊，你共斗黑，你的舞团，你们自己创立的风格吗？对。哦，所以就是教授技巧组合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固定的动作，然后我们会设计几套动作，然后给舞团的团员们练习，然后再去做延伸。对。哎，按你老分中欣赏你自己以前的经验，你融合很多不同的舞风在里面，有管黑吗？应该说，我们从以前就学了好多东西，因为在台湾，我们学民族啊，学武功、芭蕾、现代、即兴街舞，这是台湾比较特别的地方。如果像是国外的话，他们可能就主要就是芭蕾舞跟现代舞，跟现代，所以我们自己文化的就是一个底蕴，就是会蛮多元的。所以一直到后来，我们自己在整理的时候，好，那我们什么是属于我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找了太极这个元素，然后来做一个基底。但它又跟我们大家应该常常看得到云门舞集的那个使用太极武术的方式，但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跟使用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上。对，当神奇哦哈，嘿啊，除了人嘅身体，其实呢，舞蹈嘅创作还可以使用很多不同的道具，比如讲，今天有带来安尼黑林子，对不对？对。大家看一下，这个在舞尽天空嘎个样片底度就有看到，双人舞里面也有看到。对，我刚刚讲这个可能代表我们的思绪，可能代表这个要展翅飞翔的鸟儿。呀，嘿，周等用来试用。我们其中《无尽天空》里面一个段落的话，它是好像当做是一支笔的感觉，然后把他的思绪给写下来。哦，我们直接来看示范吗？好，来看。来。打动它，快速的，对，然后加，好，哇，董浩坤呢，好美哦，好美，刚刚都亚美黑在我们的国剧里面是特别有用到这个道具嘛，哈，它也象征我们的情绪等等，而且很有气势，也是东方的元素，黑暗的，对。可是创作的时间，你的会有懂得给创意的激发，用它来讨论讲，我们应该要用什么媒材是吗？应该说，这个东西应该从小时候就常常会看到，就是你看一些戏曲啊，或者是歌仔戏，有时候你也看得到他们用这个在头上了，不然2根在头上，所以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一想啊，那我们要做 Birdy。就马上想到这个事情了，所以我就立马就是去购买，在网络上找资讯，然后就买了好多回来，然后我们就开始试试看，这要怎么玩？然后一开始就是戴在头上，然后刚刚是用手写嘛，但原本的时候我们就是靠头去控制它，然后它反而应该更难去使用，因为等于你的脊椎还有你的颈椎都需要出很大的力气，它才能达到效果。因为像手的施力点可以手就是蛮灵活的，但是头部的话比较难，而且你看不到，对，你也看不到它在哪里。不同的这个道具，你要使用的方法就不一样，这个也是一个创作好玩的地方，对不对？来知道粉舞之走是一个很勇于尝试而且突破，你有没有很多的想法哦？包含有追行给冲走，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羽人，我们有看到嘛？个样片里面有穿着芭蕾舞的硬鞋哦，这个也是一个新的特别的创作，用舞头结合这个芭蕾。那他要表达不一样的情绪哦，哈。比如说，一下韩东在创作最新的舞嘛。对，他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硬鞋，但是一般大家观众可能想到芭蕾跟现代就是结合在一起，还是非常的柔美哦。对，但是我们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还是像刚刚大家看到我们即兴的那个身体。
然后再配上硬鞋，所以它其实非常有力度，不协调的，不是很柔顺的那个风格。哎呀，对，但是看起来我觉得别有一番风味，对对，而且很突出安尼哈。係啊，其實要做創作就係冇簡單嘅，因為你要想，因為表達自己要創新啊哈。等下到陣來繼續來談兩位先生同大家介紹佢哋嘅想法咯。歡迎大家進到富喜來嘅，今晡日 Rita 同大家共下來認識范舞製作。係講其實大家就有看到佢哋嘅表演啦，哈，非常喜歡佢哋舞蹈嘅風格啊，當有想法啊，哈。今日再一次分享兩位來賓，先生家講的哈，兩位都非常嘅有才華哈。從大學開始，你哋出嘅同學們，同學都見要做嘅共下來做同事，可以做夥伴，是一個很難得的緣分哦。講藝術家就有這個獨特的想法，然後藝術家咩，就是要做自己嘛，也不然也不會有這個舞團，對不對？就會追求愛創作。可是，在創作當中呢，你們每一出舞碼都是會一起激盪的吧？有新嘅火花，係嗎？對，一開始通常是由我先給概念，然後有時候我也是會給動作，但是如果因為每個人的身體的動法不太一樣，如果我有時候我自己生出來跟設計出來的動作交給依涵的時候，他有時候就是可能會比較沒有辦法達到我想要看到的那個標準的時候，我就會不開心。首先不開心，然後再來就會調整，然後再來就會用我的身體可以完成的方式，然後再去達到他也可以接受的那個範圍的樣貌。好，按你講起來，我們如果編舞家是洪忠老師後，所以我們基本上還是要依循着編舞家他丟的一些指令或訊息。是的，知道嗎？對。會不會說，老師我不喜歡你這個動作，我想要這樣子，可以嗎？按你說對嗎？是可以的。他就是比如說我跟他說，那你就換一個你比較順暢方法。所以其實有分兩種，一種就是我出動作，然後他們照樣學；另外一個就是我給大概的方向，就比如說像剛剛的指令啊，然後我說要往左邊、右邊、左邊、上面、下面這樣子去跟他引導之後，他用他自己的想法去製造出來。他先出來之後，就代表這是他的東西，所以他很比較自在一些。然後但是這個他出來之後，我又會再進去。有點像是修飾啊，修整，對，修整磨合一下，再讓它變成我想要的樣子。對，哦，係啊，你哦，會一直這樣來來回回，來來回回，一直找平衡。對，是。故說一下范舞製作主要嘅編舞嘅人，編舞嘅先生就係范仲先生。對。哦，然後依涵老師係做排練的指導，整個大舞碼的一些細節的調整。對，跟黑狗兩位如果真的總監好跟這個排舞指導有很大的不同的時候，有曾經遇到這樣難以找到平衡嗎？有嗎？可能有。不過吹衝壓呢，我們就用一個笑容化解，然後再找到平衡哦。身為總監，你總監你要帶舞團，你要指導人嘅舞者。還愛你誒維持規個人工舞團嘅運作啊、和諧等等，你知道你要調試青春要嘅係乜嘅？所以後來舞團成立過後啊，我就是比較少表演了，對，就是比較少上舞台演出，比較像是一個導演、舞監的一個對，角色，而且行政的事務也比較繁重，所以我就主要專心就是編舞的設計啊，然後行政的處理，然後因為像一出舞碼，我都會像一個就是文本一樣，我會比較喜歡這樣像劇本一樣，把每個段落跟細節給寫下來，然後我再進排練場，因為這樣子會比較舞者們可以比較快速的理解說我要什麼東西，工作起來也會比較順利。然後也因為他會先這樣工作，他會
自己先整理完他的想要排练的东西。那通常我们都会在排练前，我们两个会先碰面，然后我会大概知道他今天想要工作什么段落，想要什么想法。那我待会一进排练场，我可能先去试哪一些方向的，或者是先发展一些动作，在其他舞者暖身的时候，那我们发展完，我们两个整理完，我再去交给舞者，那他就可以再继续下一段的事情。你都懂有系统嘞，那个脉络很清晰，他给它走起来执行起来就会比较顺畅，对，但也有分很多不同的类型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也可能就是今天那我们就今天来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对，我们就进了排练场说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试一个这个概念，比较简单一些，就是没有什么刻意要做一些，对，很自由啦，自由就是看规划啊，然后或者是今天想单纯就是玩耍，因为总是创意要在玩耍之中才会跑得出来。哎呀，我想要唱高分钟先生，你自己这么热爱舞蹈，你够压哈你卡塞松头来表演，你会觉得可惜吗？不会耶，我都是觉得，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我一开始在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帮外面的舞团编舞。我反而觉得这个是比较偏向我热爱的事情。创作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比跳舞来说更多了一些。对。但我还是喜欢跳舞啦。对，嘿，给亚航哈粉舞制作，你们已经开始在国内外有青岛给演出了哈。对于总感来讲，你觉得这个舞团它的终极目标是嘛？给？我希望可以带领大家是可以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管说依涵他是热爱跳舞，然后或者是我的团员之中他们有很喜欢编舞的。然后我想要提供他们可以跳舞，然后如果他以后想要编舞，我也可以让他可以编舞，然后或者是他想要做其他事情，我也可以 push 他们到放在各自可以适合的位置上，这样子让大家有一个很专心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那我们又同时可以聚在一起成长的这个。很赞哦，因为亚你的帝都给舞蹈，其实你们培养很多的新人，然后也带很多那种很有潜力的那个舞蹈，他们一起共同参与创作嘛。对，因为像我们今年就还有一个小小的计划，因为我们之前那个 Birdy 的意思不就是叫做追逐梦想嘛，所以我们今年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计划叫飘鸟舞蹈平台。然后就是希望，我带领下面的小鸟们，小鸟们，对我邀请了一些舞者们，就是大学生，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大学的编舞者，然后包括依涵也进来担任编舞者，还有其他人的，然后邀请他们一起做一个平台，所以就是大家都是比较新鲜人的样貌。然后像就是小鸟一般要准备要成长，慢慢的往外飞，然后做一个平台去演出。哇，那个有同好跳舞的小雏鸟朋友们哦，同好大家做的天天欣赏嘅脚步哈，用它来成长，我们就可以展翅飞翔哦。当然也还有青岛嘅有街坊啦，韩国有演出啦，是不是上你们的粉丝专页就可以看得到即将要有什么演出了呢？对，像我们今年。在6月开始，6月会先去瑞士的伯恩，然后7月会去希腊，然后9月是意大利，然后10月是葡萄牙。哇，还做听到去旅行好棒哦！又做得做好做的事情，又做得希望去国家感受别人的文化，也介绍我们自己的文化给别人认识哦哈。还讲来第一个团体舞团们，请想要做新的创作，你们想做新的创作，据说有跟西班牙的编舞家合作，即将在明年有轻型的作品要同大家分享哦。对。这个编舞家他其实之前在我们在汉诺威认识的，德国汉诺威。对。然后他其实之前在以色列的巴沙巴非常知名的一个舞团，世界知名的舞团工作。他后来离开了之后，自己也成了一个舞团。然后我们在那时候碰到他的时候，非常喜欢他的作品，然后他本身也跳舞。就是他的作品跟他跳舞的方式非常吸引我们，然后让人会很感动的那一种。哇！所以我们就邀请他来
在10月的时候，今年10月来帮我们编舞，帮我们舞团6个舞者编舞，然后明年1月的时候会演出。对。哇，东皮台，鼓手唱台嘎要 follow 你们的粉丝专页，你们的官网，就走得低的呀，哈。嘿，亚吞时间呢，欣赏同的准备啊，哈，当然，一路行来，青岛感谢给你呢，哈，有没有特别想要在节目当中感谢的人呢？我吗？对啊。其实，在这一路上，我觉得我们这样子走下来，其实遇到很多贵人的帮忙，不管是师长的，或者是同才之间，或者是愿意和我们这样子一起打拼的伙伴们，其实都很感谢，因为每一次出国其实都非常不容易，包括钱啊，或者是包括你面对生活上，对你如果出了国，那你在国内的经济就会先暂停有收入，那大家愿意放下这些事情，和我们一起这样。也做自己想做的事，其实都很感谢。哇，我感谢所有嘅人哦，嘅中间人哦，我感谢万人。感谢，其实应该算自己母校的老师们，在北医大的老师们，包括张小雄老师、吴淑君老师，然后郑淑基老师，他们在我们舞团成立的时候，都给我们很多的指导跟帮助。让我们可以顺利的完成去年的首演，就是第一次完整的制作。然后当然还有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非常支持我们跳舞，是非常。也缺得奖感言呢。今日非常感谢两位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佢哋嘅梦想、佢哋嘅创作哦。也为你哋加油喝彩，也祝福之后的制作一切顺利，继续带给大家感动哦。谢谢，感谢先生，谢谢大家。今日非常感谢所有嘅观众朋友来收看，好，继续等一下爱听听先生来做运动了，张来了。